观众朋友平安，老师食饱嗯，未？来食饱平安。咱顶礼拜开始就来日本算后吼，嗯无对着的顶礼拜当转去看，咱去日本开始乱七八糟的交通吼。咱今仔日要转来台湾，但是讲着这吼，这遮是有哪是日本？这个九十教会对日几岁。本来。对，你看我的后壁，你看袂出来这是对对无？这是伫日本哦，迄个是迄个皇居的边啊吼，的公园对无？拢是松树，松树咩讲哈？青啊树啊。哦，是青啊树。好，来老师的后壁带好有一个98档的教会，若要对。100岁，应该是算少年对无？嗯老师。即阵吼，咱等下爱真少看，因为即个吼有录影，有录即个98岁教会一个历史诶唱歌吼，做好听诶，老师诶唱歌诶声，一定爱看到最后。所以咱今仔日为东京行到台南吼，要来讲即个。咱今仔要讲的是日本传入来台湾的基督教派，因为台湾的基督教派差不多拢对美国，还是英国，还是欧洲一寡国家入来。独独圣教会是对日本来，所以咱对哦，东京开始讲，咱讲到日本，也袂当袂记得第一届伫台湾设教的圣结会啊，就是也就是今日台湾的圣教会。咱来讲一寡遮个代志。在1926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中田重治啊，伊的日本话叫做那卡达日语。伊是一个真就是讲伊足迫切的传道理的一个牧师。哦，伊一届新年伊新年就是讲正月初一新年伫遐咧，伫教会咧，伫遐咧庆祝一个大会时，就号召讲台湾的时机已经熄啊，啥物人要去？有一个学生当啊2年，毋是当啊入学读2个月。伊愿意来台湾。迄个中田重治的立刻甲伊做伙过来台湾，就是安尼遐尼紧，随讲随行，伊就是即款的牧师啦。来到台湾以后，伫正月30，另外正月初，伫遐号召，正月30，就伫台北成立台北圣教会啊。那会得紧，速度紧然后伊用14日的时间对南到北传道，结果得到3位足好的青年。嗯，中年中田重治咱即摆用台湾话讲伊啦，用日本话讲甲袂习惯。来台湾用2礼拜的时间，对南到北20外场的布道会，迄阵有感动3个长老教会青年。其实迄当阵台湾的基督徒拢是长老教会啊，因为长老会成立来嘛。所以3个长老教会的青年接受号召，因就离开伊本来的工作，就去东京圣经学院深造，去遐读册。2年后倒转来，其中有一个叫做郭正元，咱今仔日特别要讲伊，因为拄好伫昨昏礼拜，拄好伫昨昏伊创立的教会拄好98周年的纪念礼拜。咱就来看即间目前即间教会是怎样发展。是，所以即个牧师，说，你看1928、7月毕业伫日本东京圣经学院然后就倒转来，因兜因本咧伊的家乡是伫苗栗的湾里啦。伊是对遐去，倒转来是，敢若伫因兜停留2日，
2日就随来台南，台南对伊来讲是一个足生疏的所在，爱租一间迄个人的油，阮咧底油的仓库啦，咧家己一个人踮甲迄个油洗掉然后就徛一支牌讲遮就是祈祷的店安尼就开始就是开始伊的团队的生活。迄阵就是听讲是有受迫害对，就是讲无啦，袂使去教会日本时代那是无即个时阵也袂，迄是后来到1949年迄阵，才开始迫害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无爱拜天皇啦，伊讲做礼拜以前爱先拜天皇天顶的皇帝啦，对，日本皇帝，佫有讲，因为基督教讲将来耶稣要过来。迄个国度是属迄个全世界的国度，就是讲迄个国度赢过日本的国度，所以日本的政治就无容阮因就来，迄是以后的代志。是安尼，所以即个牧师伊是即个时阵，咱即摆咧讲的1928年也未有迄个现象。是啊，厉害哦！所以到今仔日，我要讲的就是讲，即间教会目前是伊的第3代的孙仔，葛敏智牧师做主任牧师，伊带领即间台南圣教会。咱即看伊伫遐唱歌就知影。最后的影片，咱有排一段。伫咧40天对无？即个第3代因为非常虽然即个教会98天但是经过3代拢是做牧师的所以即份台南圣教会是嘛是搬过来的所在较搬到遮即份伫台南的好镇好镇咯。葛敏智牧师是第9任的牧师啦，中途都有真济牧师。是但是也是为因阿公开始教会伊第9院佮继续落去安尼，来有迄个搬过来的所在即份是非常的大，即个教会当坐2000个人对无？所以即个第4代高进元牧师的第3代是即摆的主任牧师，第4代有3位牧师，拢同款伫即个所在服侍。这无简单诶，即份会当到第3代以上，佮足认真伫教会内面服侍主诶已经足少啊，对无所以大合章咱有着98天诶庆祝啊98天诶主日崇拜。所以咱来用日本诶东京诶新人伊甲伊连起来来少年日本时代留落来加入。你看这各有家己的乐团，交响乐团来迄个百人合唱对吧？100个人，伊伫要100个人唱歌拢非常的壮观的对来，你看迄个录影就是几百。日本的圣结会伫日本叫圣结会伫台湾叫圣教会，迄是1951年6月，就是高进元牧师甲另外几个牧师就向政府立案，甲成做台湾圣教会，目前叫做台湾圣教会。所以以前圣教会以前叫做圣结会迄观众朋友可能无啥台湾有足济的会基督教有分足济教派啦敢若即个是对日本来的对啊。即个对日本来。另外会场开始这礼拜是对祈祷开始。
对哦，即阵足济教会是为跳舞开始吼，但是即个教会诚特别吼，伊是用祈祷来开始，而且即阵是所有诶人拢跪伫顶悬吼，先祈祷对无？先来求上帝吼，先来牵上帝讲话了后，才来敬拜伊吼。咱小可了解圣教会是啥物吼？伊就个四重福音内底咧，伊讲重生人若无顶头生，就无算是得救吼。所以爱顶头生，爱个追求圣洁的生活。人若无圣洁，要怎样亲近上帝？因为上帝是圣洁啦，所以强调是重生，就是顶头生，就是圣洁。就是上帝医治人的病，伊神会当医病，佮有伊要过来，咱拢相信拢相信耶稣要过来，伊要统管全天下天下拢是伊管，这是一个福音派的教会。是，所以咱就相信这吼，足济教会其实嘛是相信这，可能就是无啥共啊吼，一寡仪式无啥共，对无吼？咱重点无啥共吼，拄好有机会去看伊牧师娘翕相，讲着圣经。即个讲独独耶和华会要得到新的开力。因要亲像鹰鸟体色飞悬，因走也无野，行也无神。瓦克耶和华的独独瓦克耶和华的，要得到新的开力。因要亲像鹰鸟体色飞悬，因走也无野，行也无神。是。真是无简单诶。因为即个牧师其实那种体色飞悬共款。伊你看，伊伫台南圣教会对少少人到今仔日几啊千人佮每一个暑假有派出20几队诶团宣到台湾的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庄脚的教会，还是山顶的教会去。对，就是毋免是台湾哦，听讲最近佫行去外国啊，对无？足济所在吼，继续咧传福音，所以为一个小小的一个讲，我愿意伫日本伊阿公开始，来传互足济台的人吼，安尼继续佫传落来。其实咱讲到遮我想着讲，我第一届我来伫即间教会，这礼拜已经要20冬啊。因为我第一届去的时阵，因为有时搬厝啊，爱换教会嘛。我第一届去教会时拢总毋捌，人我拢毋捌，招待人我嘛毋捌，所以真清楚啦，无啥敢去，无啥敢活。但是有一个印象就是就是郭正元牧师的后生，伊的囝伊的囝叫郭世辉，因为迄阵我毋捌伊，我入去教会的时阵等敢若伊一个人伫微微对我笑，伊用笑来招呼，我感觉足温暖，我感觉即个人是啥？后来我共问，才知影讲哇，即个人是牧师公啦。我才知影是牧师公，因为伊的气质真好，佮像迄牧师伊本地是要去，因为迄阵中国拄降福，伊想要去中国读神学院，但是迄阵都袂当去，那像小钱安怎都袂当去，所以伊就留伫台湾。后来伊伫台湾做台南一中的校长，伊就伫台南圣教会做执事，因为圣教会内底无长老啦。所以拢是做执事伫遐服侍。即个人伊虽然无做牧师，因为伊其实真好诶模样，因为伊互我得安慰，伊互我爱去即间教会所以直到今仔日我拢爱伫即间教会，是即个原因。因为伊用笑容来欢迎我，无讲啥物，感觉讲真得到安慰。
这是第二代来因的囝叫做革命的牧师，目前的主任牧师。是，咱看到这个教会都多元啊吼，对，毋但是有唱歌交响乐团，搁有跳舞诶，对无？跳舞搁分几啊种诶，现代舞都我侪少年。爱搁讲一点，就是上帝足听即家伙，高正元牧师上帝足听因。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因囝我拄则讲诶高社会校长，伊少年咧读册诶时阵，有参加读册会，讲有一届读册会，原来迄个读册会就是飞碟啦、飞地啦，都全部互人掠去啦。伊现在伊个互掠无去，因为伊拄好学校派去台北迄个野球比赛，野球就是棒球比赛啦。伊代表学校去伫台北比赛，伊台北比赛伊就无去参加，无去参加迄届读册会，伊就互掠无去，若掠去就无命安尼，若无嘛关伊甲袂当讲以后会当做校长对无？所以上帝特别照顾即家伙人，咱看到真正是上帝是活我的上帝，是。所以会当伫遮做自由跳舞啊、唱歌啊，吼，真侪人踮啊敬拜是无简单。咱看咱伫台湾吼，真幸福。即个国家可能无法度安尼会当去信仰家己诶迄个上帝吼。所以咱今仔日真欢喜会当看到大好舞着因诶98档迄个吼，咱即阵来看，去用录诶啊吼，虽然录一底啊吼，但是跟大家分享吼。的那朵云彩。
咱走无去安尼吼，非常大，无毋对吼，非常大诶庆典吼，就是你若听袂袂煞开对无？就是安尼，会当去看阮诶信教会昨诶直播吼，直播节目吼，会当去找台南信教会 YouTube 顶悬就有吼，规场诶足精彩吼。毋呀，这是一小段尔吼。拄则迄个独唱诶吼，是阮诶高牧师啊吼，第3代牧师啊吼，伊诶囝儿吼，第4代即阵嘛是伫内面做牧师吼。所以今仔日真欢喜嘛，真多谢咱诶朋友吼来捧场吼，看到明辉美酒美华吼，后礼拜继续哦，咱诶日本今仔日第2集尔吼，后面更加精彩，为东京行到台南吼，多谢老师嘛，多谢咱诶观众朋友吼，今仔日真歹势吼，有一点仔迄个状况，所以较晚开始。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澳洲2点10分，个做伙来听老师讲故事，看阮做伙来走日本安尼。多谢多谢老师，大家平安。多谢平安。